由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舉辦嘅學界殿堂級比賽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2026又嚟啦！太好啦 ，Chai Sir， 全港學校家長同同學仔都等咗好耐啦。係啊，小金金，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係全香港最多學校以校隊身份帶隊參加嘅中英數學界比賽。中學組嘅對象範圍係由中一至中五，特別適合嚟緊會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試 DSE 或者國際預科文憑 IB 嘅同學，而小學就會由小一至到小六，尤其係會考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嘅同學。今年除咗中英數之外，會唔會有新加嘅特別項目啊？問得好，今年特別新設中文以及英文嘅議論文作文比賽。議論文以時事為題，思辨為先，希望同學可以喺新聞以及文字入邊展現洞察力以及批判性嘅思維。我哋嘅目標係希望培育富國際視野嘅學界狀元，並且為學生創造更加多嘅國際交流機會，包括我哋英文作文嘅比賽勝出者可以有機會代表香港出戰英國牛津大學交流比賽，同世界頂尖嘅學府接軌。另外，亦都會喺本地香港法庭進行比賽文章交流，因為大家都知道，律師本身就係以辯論以及文字為根基嘅專業代表。我哋亦都希望同學可以進一步激發學習興趣，啟發專業志向。而後續我哋亦都會設有元宇宙嘅虛擬展覽，展出勝出嘅文章，等同學嘅作品可以真係跨地域同時間同公眾公開交流，真正做到學界作品走向世界。我哋嘅比賽全部都係現場實體舉行，同大家出去考公開試完全冇分別。連同中英數嘅比賽，亦都將會喺9月13號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盛大嘅頒獎典禮。哈，真係好吸引呀！我要即刻報名。詳情及查詢，大家可以瀏覽翻我哋嘅官方網站 www.hkitdc.org 或者官方 Facebook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亦都可以致電36112245，又或者 WhatsApp 66364298同我哋聯絡。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捉緊呢個機會，除咗可以作為學年成績結算參考，等同學喺未來嘅公開試更加有信心之外，更加可以俾同學一個飛越國際嘅機會，成為香港精英。